看图讲故事。看图讲故事总共有2题，会给我们1张图片，请先看图，详细思考，自由发挥。每一题都会有铃声提醒，请在听到铃声之后，用哈卡巴的溜音替代。參加嘅時間有7分鐘，一共有2題，每一題2分鐘，每一題有2分鐘的時間，每一題有20分。那我們可以怎麼樣來回答呢？參考回答的方式。做呢啲圖片圖框看出有咩料面，畫嘅面，以畫嘅時間，畫嘅素材，用到畫嘅東西，做畫嘅事情，從它嘅目的去做畫嘅等等來思考發揮。我們可以在圖片裡面看到有哪一些人，是什麼人，在什麼時間、什麼地方，用什麼東西，做什麼事情，那它的目的是什麼，來做一些思考跟發表。也就是我們常用的WH。 Where, when, how, who, what，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思考。那怎麼樣才能夠得到高分呢？第一個，我們要語音清楚，發音正確，內容豐富，不只是把它說完，說滿2分鐘，而是要能夠看着圖片的內容，運用到客語的詞彙、客家的俗諺語，這樣子讓這個客語更有生命力，而不只是憑淺的表達而已。如果能夠運用到一個簡短的作文的方式來把它口述出來，相信分數一定會比其他的考生來得更高。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張圖，第一題係寒到的，這題是感冒了的圖片，有2張圖片，那我們可以在裡面看到了誰在做什麼，他為什麼要這麼做，他的目的是什麼？好，接下來我們就來聽參考的回答內容。喝笑，根本就是打造香腸，挨貴嘅人黏黏，冇乜嘅精神。食掉嘅時節，雖然講作蛋糕有麵包有軟包，唔過我只係眼睛睛嘅看定，但是就是唔落。我咪看我一樣冇精神，就話講唔係沒看到誒。這樣數命牙嘅日頭，阿妹愛喲，阿妹誒，日頭晏晝係愛摘茶係冇，任時要去拿體溫針來同我量，乜嘅呀？39度半，我看到發燒誒。阿妹講，前幾擔有人開，4兩片是冇人抬哦。點下唔看到誒，就要好好地屋下休息，唔好再爬走咧。我看到誒，幾個人都吃到唔爽爽，之後乖乖揾到面床上。阿妹也冇一時閒，出熱，一下斟滾水啉，一下拿藥誒幫我食，還能挨帶點嘴辣誒。將莫扯到人，看到嘅時節，乜嘅事情都做唔得，實在很艱苦呐。韓本阿妹無限汽車來照顧我，人講洋洋石子長江水，確實唔會差。下一擺我聽錯愛照顧好自家嘅身體，莫本阿妹來受理。